爸出门了去做生意，听你从下，你干好听来了。父亲啊，我明年了就带菜不搞，带球也要验办啊。再讲，既然父亲你爱做生意，我听你来要做得帮忙你呀。哎呦，总家公阿爸是送你不？父亲，你看这边的风景安详，真是使我太开眼界呀。哎呀，飞君啊，你要上都市危险，你要小心哦。我知啦，唔会危险啦。父亲，你放心。好，父亲啊，飞君啊，干哥啊，拜托，飞君落水了，落去。哎呦，这风浪安太，要把你下水了。下水唔得，飞君，冇办法咯。你呀。上主，让伴有人喊救命，你赶快向前看来。哦，小姑娘上来，小姑娘上来呀！想跌落水中心抽筋，都带红人救我命啊！飞君啊，向啊前啊，看你那奔啊！小姑娘，让伴我跌到水中这个漂流，我喊神父来救你。啊，到底你按到乜嘅命，让伴我跌到水中呢？夫人，我名喊淑妃君，与我父亲一同出外做生意，一寸嘅风浪，怎会冇生意跌落水中啊？小姑娘。跟你爱做哪个屋卡，你可地路啊？我与父亲出来几廿年咯，路寒暗烟，我要带在乡下，我认不得回家的路啊！小姑娘，我父出了洛阳事业，我暂时收留多年，跟随我往到洛阳，慢慢请那个父亲呐。真嘅的吗？感谢夫人救命之恩，不用道理呀。爱破车。
点假。来耶！哦，嘿，你也来布头，你要来啉酒吗？酒盼上了。太晓得。阿秋啊！叔父，嘿你来呀！你等下我系阿哥哈，阿哥，阿哥啊！叔父来耶！叔父啊，阿你来耶呀！哎，看人家笑容满面，到底係發生乜嘅事情啊？我只呀出門半路啊，過港，本來我唔意啊，吹落水中啊，常時全不然不敵，愛看啊，放心，叔父，人講唔冇個傷心咧，生死完全要命啊！某一天，佢會本好心人叫佢來，這樣時，你風就能得上會呀。他願性命保護，平安無事啦，嗬！哎呀，我買珠寶，多了為咗阿龍啊，小車會結束。哦，放心做得，聽下來一間房度嗬。多謝多謝。來，隨我來。珠寶嘅生意呀，嘿嘿，那最近呢，都叫輸人一個債務，也就經營財本啦嘿。哎，點解？樣咧？哪個嘅？到哪幾點？哎，正啊，你欠東多嘅呢？忙2000，這2000在窮下算。哎，來布頭啊，來布頭！叔父，呀，件就本你帶喲。真好，真好。哎呀，我哋保住真貴重嘅東西，你係咩？有個防身嘅東西，武器就不愛。有，等一下。呀，個布頭本人。真好。今日我卡做得我所有，時間就冇做了。多謝多謝多謝，我也要做所以哈。
寒切，那个数字摕了咬在一截，哦啊，唔甘愿，我将那个树搭在一截去。哼！主播，阿公啊，阿公，叔父去死呀！叔父啊，可怜啊，叔啊！按照那么个事情，来不头，那个叔父病因死死耶！啊，是你啦！数字一节，哼，你也用数才我来公堂，该不你来算啦，阿公。你刘强为何失信人命，招式失来？阎王啊！阎王！太爷，我根本都没吃人啦！来不头啊！哎，刘强讲佢冇吃人咯。哎呀，太爷啦，我到现场的时间看见刘强输来一不头诶。天哪哈！又用数字团在了一件啊，分明是记他才海面吃心的。来不头，好，对峙了。好，叔叔说的，那就是同志，那要做这个数字。哈，迷茫，刘强啊，真不齐全，分明吹你所做。脱财害命，要走不走？太爷，数字那个这个得头呢，我根本没出现，我阎王啊！啊？乜该按我阎王啊哈？你看你口供唔这位医生，来人啊！将其带下重刑打40下裁判，阎王啊！该阎王，来，你先出去拿杯灯，等我判了个案件判好，再过来。太爷，不是等刘春杰那个阿哥，佢并冇吃你呢。啊！原来你是刘强的老妹，咁样会第一个刘强佢冇吃你呢？因为昨夜四更时，我躲在叔父的房间，在了门口看到一个人面上复苏。看到我师傅的枪炮，马上出来离开。然后我一放，就看到师傅出了天台下，台上很多我的太哥进来时，不久来不头得到，看到我哥手拿斧头，就讲太哥既系凶手。太爷，我的阿哥忙有进房，师傅出来时耶，可见也凶手另有他人啊。你按讲也有道理哦，但是总要有凶手啊。跟你讲啊，听人望门后又看到一个负面人，跟你啊可认得出呢？太爷，虽然一个人很负面，但是本来看到，我一定认得出。好，公堂内，留公堂外的百姓围观呢，做前本原因，谢太爷。
太公堂，敷衍了事，你讲了吧？不算，不算，不算。太医，你这是爱杀猪啊！刘凤英，你为到nhà公，故乡为事情，来到公堂乱命令，胡言乱语，来人，将刘凤英捉去。真爱公孙，真爱公孙，哎呀！你既然不搬头来补头，为了阿哥的言情，在王姓媳妇控告了你。来人，退下，退下，退下。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嘿。来不头。等一下，本官有话对你讲。嘿，太医，有乜嘅事情想講？嘿嘿，你喺公堂上就有二老嗌，你要就是講。就是講啊，嗌講乜嘅？任講。你來看，公堂嘅素菜，兩個呀，劉鳳英。佢撇殺佢唔認，佢偏偏講你冇面當一隻字，還有人嘅數字困chết。嗱，你呀，有錢唔曉得生生用啊，唔咩念就係去賭，根本惹出安太平嘅事情啊！你嫌我，你嫌我。太醫，我知錯，我點唔錯嘅，我實在是可以體會啦。但是我給發現到，我怎麼用布頭來打不死？哥，我在我自己面子上，救救我啊！救救我啊！救你！信阳院前几年，干是不是有发生命案嘛？太爷，有，發生一種謀財毀命嘅案件，也唔過呢，嘿嘿，凶手做出破案嘞，也好捉到嘞。凶手捉到誒，係唔係命很劉強啊？對呀，太爺啦。你讓我提講，這凶手係按劉強啊！劉強喺落來，劉鳳英來猜本府，要來控告，講以是非不明，判案不公，因為凶手另有他人，才到案發當日，三更放工，劉鳳英又看到面上有字嘅封面人啊！你冇查清楚，來斬死劉強，難道你脱得了人嘅關係麼？感謝父兒救命之恩。啊！這天冇對我去，也准人就下喺度改案，人都本日改槍槍嘅啦。冇，這天喺案嚟錯，
给天下呢错？无啦，我挑死人的嘛，我晒早我甲贴死人，人家都做唔对，你一问王秀满啊，是你们自己听错啦。这跳这我过去香港，这拢刚才去做的，我拢手安尼，拢手惯死啊，唔知啊，恁家变安怎？人家就嗨，我改到安尼网讲网推，我哪有法度啊？姐。